见摕，也是做唔出事情的时间。比方说皮包的唔见摕，钱唔见摕，把柄打烂摕的。哦，这个时候动紧中，你会用到亚基法，然后了哦，勇敢闪，勇敢闪，勇敢闪，怎么办？所以啦，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小心，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哦。现在去看看，用的用亚基法，落去，勇敢闪。勇敢闪怎么办？勇敢闪，勇敢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完，你在找什么？是不是有东西掉了？米儿，你来的刚刚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手提包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钱包，不见了啦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我里面有现金1万块，全部唔见摕。马给1万块现金。怎么会不见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在这边坐着，然后后来电话响了，天发响哎，然后我就行都给你讲天发电话讲完了之后，我坐下来之后，我就唔记得忘记。唔记得啊，善伟，你真的是太大意了。你不要再骂我了啦，米儿，赶快帮我请坤啊，看有没有在哪里，帮我找找看啊。不用找了，这边人来人往的，早就被捡走了。我看你还是去派出所找警察帮忙好了。说的也对哈，我应该赶快去派出所找警察，不然我的现金1万块，现金1万块不见了，哦，勇敢闪怎么办？好，快点，我赶快去找警察哈。做些事点怎么办？勇敢闪，现金，找看看，请看呐，忘记，唔记得，派出所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分享大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